近期沙田黃昏馬三甲表現突佳嘅練馬師係姚本輝、羅富全、毛偉傑、蔡約翰及方嘉柏，成功率由47%至到33%。騎師三甲成功率次序為梁家俊、潘頓、莫雷拉、巴道及艾杜拿，由41%至到30%。練馬師勝出率排名，方嘉柏、廖康銘、賀賢、伍鵬志同埋黎超星，勝率由17%至到12%。騎師勝出率排名，潘頓、巴道、莫雷拉、何澤堯及周俊樂，勝率由24至到11%。路程統計，1000米蔡約翰及呂健威係19%及17%，潘頓最高32%，1200米潘頓29%。1800米姚本輝27%，毛顯東29%。回到今天6月13號黃昏賽，9場草地2場泥地，草地路程包括1000、1200、1400、1600及1800米，班次由2至5班，賽道係 C+3 跑道，預計為黏地。先看練馬師王情勢，大熱呂健威2.2倍，次熱門蔡約翰4.5倍，第三四熱門大衛希斯同方嘉柏分別係9倍同埋12倍，其他練馬師係10幾20倍以上。呂健威今次出馬10匹，實力按馬有巴閉精、包裝福星及櫻花酒杯，冷門要留意百勝歸路。蔡約翰也有綠野飛馳、安可及安都等熱門。希斯就新馬賽的星球勇士為全熱門，姚本輝與沈立成可留意利高八斗、樂星天下、華麗再贏及熾烈神驅等。其他馬房可以留意近期好賽績嘅方嘉柏、毛偉傑及文家良。練馬師王就向冷門埋手小奧爾文，冷門騎師選文艾杜拿及何澤堯，他唔出馬較近期多，機會應有提高。今天精選場次係第3場4班1400米，5號龍之月初出的贏。近兩仗輸較遠係排檔關係，今排一檔有利可以跟前車發揮，衝刺爭勝，配合馬房大舉出擊，贏位驕頭係正確選擇。配腳選12號賢者威風、9號馬上贏。另外精選場次6場4班1400米，1號百勝威龍上次傷後復出即勝，質素不用懷疑。第二場上陣表現應該更好，馬有冷門命，開飛賠率都有10倍，傷病馬無保留，直博率太高，不要錯過。同場也沒有對手，再買獨贏，配腳揀冷門4號巧妙及6號浪漫老窩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呂健威，冷門方嘉柏及毛偉傑，騎師王係奧爾文，冷門騎師看艾杜拿及何澤堯。馬匹精選3場5號龍之月及6場1號百勝威龍。多謝收睇，再見。